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你保守看顾阮，带阮用欢喜敬虔的心，搁一遍来到圣殿敬拜你。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用安静的心、虔诚的心来服侍敬拜你。亲爱的主，今日是总会所定的圣乐主日，阮感谢你赏赐音乐这款好的礼物，互阮会当透过音乐来学乐上帝。学乐主，恳求主你会当保守看顾教会内面所有的圣乐同工，以及推动圣乐的圣乐委员会所有的委员，互阮所推动计划的圣乐事工，会当得到你的欢喜，也当唤起众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阿罗主。阮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今早起的礼拜，阮无论献诗、抒琴、诗会、传讲信息，拢会当得到主的欢喜，得到圣神的引带。求主也保守看顾阮的教会，有教会所有的属灵的领导者，拢会当看见主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各项计划，互阮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阮也特别要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无论是幼儿园、安养中心，或者是社会福利事业慈善基金会，求主帮助这的组织所推动的事工，拢会当利益伫众人，互众人了解上帝是听。主，阮也特别将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前一站有风台，造成一部分的庄稼得到损害，求主亲自顾守，也兴起众同胞会当做伙来关心，互相扶持、保守。也恳求主你将真实的和平、公义甲仁爱赏赐互阮的国家。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带咱要圣餐来欢迎你。请坐。诗篇96篇，第一篇至第二篇，咱着对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咱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传播伊拯救的好消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三天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5首 A 首，万军的主，至圣的厝，请咱起立来唱。So
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伫圣的主日，阮到你的面前，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伫你荣耀的圣殿敬拜阿罗你。恳求你即时教阮伫地，安静阮的心，互阮搁一摆透过礼拜，甲你三亲近，甲你有亲密的交陪。愿你赏赐你的话语伫阮的中间，互阮认捌你，也认捌阮家己，互阮的所做拢合伫你的指示，完全谦卑顺服伫你的内面，用专一的心志来仰望你。主啊，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求你赦免阮伫过去的日子所犯有义无义得罪你的过错。阮也常常因为赢袂过世界的欲望，甲迷惑来偏离你的道路。主啊，阮特别恳求你，毋通因为阮的失错，阻挡你施恩的双手。愿你的帮赞，阮有能力过圣洁甲得胜的生活，活出你赏赐阮的生活命。主啊，伫阮中间兄弟姊妹有身体病痛的，求你医治伊；有忧伤的，求你来亲自安慰；有心神软弱的，求主你帮助因刚强。恳求你用圣神的丰盛甲敬心充满因，互因会当赢过病痛痛苦，早日得到健康。你照你的方式来引带因，互因经历你奇妙的疼。相信你嘛要伫因的生命来动工。主全能的上主，感谢你带领，求主你亲自保守看顾，使阮谦卑殷勤的心，互阮彼此相疼，同心为着教会所有的事工来推动，会当做福音的出口，互更较侪人认捌你。愿你赐互阮服侍你的机会甲恩典，用感恩的心继续承担传福音的使命来荣耀你的圣名。阮为遮的献上感恩，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归乎你。恳求有缘是无够额，阮嘛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度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给予我，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赦免过负阮人，无得带阮入去，着叫阮抛离迄个歹。因为国、官、员、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止。阿门。交托启示文第19篇，诗篇95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29篇。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
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咱若听伊的声，咱请迦南诗班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认的上帝是坐伫宝座顶圣洁的羊羔。
切荣光拢归乎上帝。咱即摆要来读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19节，现代台语日本汉罗版424页。以弗所书第5章19节，着用诗篇、圣诗、灵歌对唱，对心底唱圣诗、教圣诗来学老主。咱请即马用下知是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口唱心和学老主，口唱心和学老主。那请咱用恭敬的心来学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圣乐主日，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透过圣经来思考圣乐对教会的重要性。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时常看顾阮，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阮也感谢你赏赐语言、赏赐音乐，互阮会当伫圣殿中间，透过言词、透过圣诗的吟唱来学老你的性命。主啊，阮是何等意爱知影，阮应当用什么款的态度甲形式来敬拜你，才会当满足你的心意，得到你的欢喜。所以恳求主，你亲自透过你的话来对阮讲，互阮会当学习安怎来敬拜你，荣光你的圣名。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是总会所定的圣乐主日。咱首先先来看圣乐到底是啥物？对较仔细的理解，就讲较仔细的定义。圣乐是伫教会中间咧礼拜的时阵所用的音乐，这是较仔细的理解。但是咱若用较广大的解说，圣乐应该就是既然一切当激发咱人灵魂体，会当互咱仰望上帝，会互咱敬拜上帝、尊重上帝，所有的音乐拢会当称作是圣乐。就是咱平常时的时间，咱所吟唱的诗歌，只要这诗歌会当帮助咱去敬拜上帝、亲近上帝，安尼这个诗歌就是圣乐。咱教会是非常重视圣乐的一个教会，咱伫组织中间有一个叫做圣乐委员会，也透过圣乐委员会推动真侪事工，聘请真侪优秀的音乐人才来参与伫教会圣乐的服侍。所以咱有组成真侪无共款的诗班、乐团、甲敬拜团。那安尼，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照这个安尼看吼，教会上界重要的诗班、乐团来讲，敬拜团是倒一个？圣乐队吗？吼，还是圣乐队？若讲圣乐队，爱甲咱诗班讲哦，阮人较济哦，吼葫芦诗班讲吼，毋是阮嘛做认真咧练习吼。男声合唱团讲，阮唱的上大声吼。到底倒一个是上界重要的诗班？那对教会事工的角度来，圣乐的事工来看，第一诗班是啥物？第一诗班就是会众所吟的圣诗啊，所吟的诗歌。会众是教会上界重要的诗班。所以你毋通看别人，就是你甲我，咱拢是上界重要的诗班。
咱得爱用上个敬虔的心去吟出俄罗上帝的诗歌。圣歌对橄榄诗班、乐团，还是讲敬拜团，其实是咱的帮赞，有时是帮赞咱奉献伊的音乐材料，给上帝。啊，有时是带领咱唱圣诗来讹了上帝。但是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爱会晓对心底吟诗出来。上界重要是咱吟诗的时阵、敬拜的时阵的态度，无需要强调这个态度，因为咱唱歌唱了有准无，音乐有水无，其实这是基础。因为上帝是看你内心的上帝，伊知影咱敬拜的心是安怎，所以咱来透过咱的吟诗，将咱的敬虔、将咱的心意唱出来，互上帝知影。所以，这是咱今日爱学习的一个功课。咱今来看圣乐有啥物款的功能？其实咱照理讲是无必要设立圣乐主日啦。因为每一个礼拜拢是圣乐主日，圣经安尼讲，恁着爱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当咱进入圣殿了，也是咱咧灵修的时阵，当咱面对上帝尊严、威严、甲慈爱、甲信息的时阵，咱有时会发现讲敢若用咱的言辞，袂当表达咱对上帝绝对的尊重，咱就唱出诗歌出来。所以今仔的经文甲咱讲用诗章、上词、连歌彼此对讲。其实彼此对讲就是讲彼此对唱。靠唱心和俄罗主。现代中文原本翻译做爱用诗篇、圣诗、连歌对唱，对心底发出音乐，俄罗主向伊唱歌。这段经文咧鼓励咱，爱使用上帝予咱一个稳定，就是温书，就是音乐，常常来俄罗主。虽然今日牧师要带大家深入这段经文，来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且学习安怎将这段经文运用在咱的生活中间。首先，咱来看，保罗讲爱用诗篇、圣诗、连歌对唱。咱发觉讲，伊有提供3种无同款的形式，就是诗章、上词、连歌。咱买当翻译做诗篇、圣诗甲连歌。这3种方式毋是单纯的音乐形式，是表达咱对上帝阿乐甲感谢的一种工具。所以咱要注意到，伫这表达对上帝阿乐是多元的，是丰富的。因为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丰富的上帝，所以咱要用真侪无同款的方式去敬拜上帝、阿乐上帝。因为伊是一个丰富的上帝。首先，伫遮有提起到第一项就是诗章啊，诗章，咱现代中文原本翻译做诗篇对无？咱台语的现代台语原本嘛翻译做诗篇其实伊就是指旧约圣经中间的诗篇咱圣经内底有诗篇对无其实是改变的时代拢会当用乐器来伴奏来献唱。所以咱有时伫这诗篇的这个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注解，讲什某某人写这首诗歌，调用什么？调用什么？就是表示讲伊有一个调会当来吟唱、来敬拜。真可惜，这个曲、这个调，今仔日大多数拢失传。咱讲来现代如果咱若对长老教会的圣诗有淡薄明白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咱长老教会的圣诗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色，就是圣诗内底有一部分叫做诗篇还是讲叫做文诗篇，还是讲叫做诗篇上歌。长老教会为什么有这款的传统？
这就是甲宗教改革了吼，无共款的宗派对性格的看法有无共款有关系。宗教改革是对1517年，罗丁马丁开始推动，当时有真侪所在有无共款的领袖咧领导宗教改革。主要的领袖有罗丁马丁、有朱文理甲加尼文。但是讲到圣诗这三个改革者宗教改革者有真大的差别，因的看法有真大的差别。譬如讲朱文理伊是伫这个主理的一个这个苏黎世遐咧带这个宗教改革。伊认为讲音乐是俗世，是罪恶的。伊认为音乐会影响人敬拜，所以伊反对伫礼拜中间使用音乐。所以伊音乐宗教改革伊的第一步，就是在迄个教会礼拜堂用做缩格的，所有这彩色玻璃拢爱拆掉。有迄个像的圣人的像的像天主教徒拢有圣像，迄拢爱拆掉。风琴嘛爱拆掉。教会内底袂当用音乐，会影响人礼拜。当然这是较极端啦，另外一个极端是罗丁马丁。罗丁马丁是德国人，咱知影德国出真侪出名的音乐家对无？所以罗丁马丁伊本身嘛是音乐家，伊认为讲音乐是上帝互人的礼物，这礼物要创啥？就是要来学了上帝。所以伊家己创作圣诗，伊鼓励大家唱圣诗，伊家己做圣诗。伊一生总共做37首圣诗。咱即摆咱的即个旧的圣诗一本320首，就是伊真出名的一首圣诗。有关于为虾米开始做圣诗有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今仔无时间甲大家讲，留咧以后有机会较甲大家讲。伊有一个足重要的理由开始做圣诗。所以有人讲罗丁马丁是用伊的圣诗用伊所创作的赞美诗歌来推动整个宗教改革的这运动。这是罗丁马丁。咱长老教会创始者加尼文，伊对音乐的看法，伊讲音乐是上帝互人的一种温书，是迄个兴奋咱的精神的一个真好的工具。但是伊认为若过度重视音乐会互人忽略上帝的话，因为加尼文是上界注重上帝的话，所以咱长老教派迄个礼拜堂的灯饰中间一定放一本圣经的因为咱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咱的礼拜嘛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所以礼拜的时阵讲上久的就是我，就是牧师传讲上帝的话，所以因为伊感觉上帝的话足重要，所以人所创作的诗歌拢无法度比会到上帝的话。人所创作，伊认为讲无应该放伫礼拜中间来吟唱。好佳在圣经中间有诗篇，所以伊嘛知影诗篇是过去咧敬拜的时阵所使用的。但是这要使用诗篇，佫拄着一个困难，因为诗篇的原文是希伯来文，伊的迄个调已经拢无去啊。安尼变伊就爱将希伯来文来翻译做，比如讲加尼文就是翻译做法文，有人翻译做德文，当时人会晓知语言。但是翻译了你诗篇来翻译了，就无迄个诗的感觉，诗的迄个韵律的特色就失去。真困难，佮加上调来吟唱。为着克服这个限制加尼文就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伊就开始把诗篇翻译，但是伊翻译的手法是用韵文的形式来翻译，就是讲伊来翻译了，会当安尼会当迄字数会当拄好，会当配合这个调来吟唱，适合诗歌的形式。
所以咱长老教会的特色就是诗篇会藏伫咱的圣诗本内底。所以咱这本1964年出的这本圣诗第1首到第50首，伊的标题就是圣诗，拢是对圣诗翻译过来。当福音传到咱台湾的时阵，咱的宣教师嘛将这款的特色带来到咱台湾，其中因尽出一力来翻译。其中有一个宣教师叫做梅干姆牧师，牧师过去捌讲过伊的故事嘛，伊被称作迄个英国乞者啦，台湾的保罗，因为伊足欠的，欠钱拢奉献互教会，做到传福音的。但是咱毋通忽略伊对圣诗的贡献，伊就是用伊的才调把圣诗翻译做咱台湾话，而且伊翻译的无论是对原文的忠实，还是伊的字甲词的运用的文雅甲优美拢真正是真一流的而且佫会当下伫迄个咱台语叫做古读经古读经啦古读经大家听无？就是对仗爱工整因翻译的拢是安尼所以咱拄则有吟圣诗25首对无？这就是梅干姆牧师所翻译的咱来看这首诗歌咱来知影梅干姆牧师是30岁来台湾，较学台语你看伊会当翻译安尼伊个诗歌伊是对诗篇84篇来翻译，你会当对原文来对照而且拢有押韵迄个格式真清楚。譬如讲，我念互大家听万军的主，至圣的厝，主甲厝就押韵对无？主耶和华，伊所倾大，花甲大就押韵是你徛起所在，迄位我大意爱所在较意爱就押韵而且每一节拢是安尼你看第2节，我心乱无，爱得有路，乱无迄无甲路心神肉体求叫上帝，体甲地就押韵。通到上帝的厝，永永活活的主这就押韵你对第1节读到第6节，拢是这款的形式。所以咱咧吟诗歌的时阵是特别好听大家爱知影，这是一个外国人翻译的。其实你请伊做外国人，伊可能会无欢喜。伊讲伊是台湾人伊来到台湾较学台语。我其实咱伫遮无是有一个真大的感动，要甲大家分享。咱看到这个早期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因知影台湾人听有台湾话尔，所以因就学正港的台湾话，为着要对台湾人传福音，所以因就尽力去学咱台湾人听有会当理解的语言，而且学较遐尼深入，会当有的人会当编字典，像甘伟林编甘字典，像梅干姆会当作诗做甲，你讲叫我做，我今仔嘛无法度做甲遐尼水。所以因是遐尼认真遐尼认真，为着要将福音开展给台湾人，为着要将教会建立伫咱台湾，遐尼认真咧做这代志。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啦。牧师以爱大家知影。所以咱咧吟诗的时候，咱就知影讲，即群宣教师因是用即款态度咧服侍。所以牧师拢常常咧苦劝大家毋通做了尾仔囝。咱当初来拢是一流的呢，一流的宣教师呢。因来遮奉献因的一生，将福音留互咱。咱今仔承受遮尔好的一个信仰传统，
咱应该来保持落。好，所以牧师伊爱大家了解哈。每届牧师伊总共吼，你若会当去欣赏伊所做的诗歌吼，伊即马伫咱即本旧的圣诗内底有5首，吼，其中25首、45首甲46首是翻译诗篇，吼，217首甲266首是用台语创作的诗歌，吼，所以值得咱去学习啦，吼。这是第一项，就是用诗篇来讹上帝。第二个部分叫做上词，要即马现代翻译做圣诗，这就是指圣徒去讹上帝、称颂上帝的诗歌，就是除了诗篇以外，人所写的诗歌。所以真侪圣经的版本翻译做圣诗。咱知影。音乐是上帝所赏赐予人上介好的礼物之一。咱会当借着迄个诗歌音乐丰富咱的生命。伫教会中间，咱使用的圣乐，就敢是基督徒甲咱的信仰有真密切的关系。伫礼拜聚会时阵，咱就透过圣诗来讹上帝，来敬拜上帝。咱个人咧灵修的时阵，咱有时借着圣诗来培养咱的心性，较助交通。伫欢喜快乐的时阵，咱会吟圣诗，讲出咱心中的喜乐。伫咱灵性较消沉的时阵，圣诗嘛会激励咱的心智。所以甚至咱会安尼讲除了圣经以外，圣诗应该是基督徒灵命上介重要的册之一。传统的圣诗是经过历代的信徒的考验，写诗的人真用心写，而且传统的圣诗毋是讲几句尔，伊每一节拢有伊的意义。阮过去伫新人院的时阵，老师讲你有时若未赴准备讲章你摕一首圣诗出来。对第1节开始讲到第4节拄好对开始讲到结论所以这就是圣诗伊的美妙的所在有时咱吟圣诗的时阵伊会搅动咱的心直接进入咱的心内会当深入牧师讲道无够野的所在。当然，现代嘛有一寡人真努力投入编写诗歌做出适合现代人所吟的诗歌，譬如讲，咱第2场有一寡敬拜俄罗，但是伊嘛有时会用一寡传统的圣诗啦，这有的歌确实是袂歹，但是有的歌其实伫神学上、信仰上有一寡问题，所以咱要唱的时阵那现代诗歌，那圣诗保证讲拢一定经过大家检验过，那咱普通咧选的诗歌，咱就爱加减，爱选适合咱的诗歌来敬拜俄罗。第3项是灵歌，灵歌简单讲就是人伫圣神的感动下面所吟出来的诗歌，所以是真自由的一种形式用讲的叫做方言，用吟的叫做灵歌所以灵歌。通常是人甲上帝中间有一种奇妙的经历了，对心底伫圣神的吹表下面所吟出来的诗歌，伊通常是短一寡单字也是讲，比如讲哈利路亚等等，这个真简单的歌词这款的灵歌大多数都是独唱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动会无共款。但是伊嘛会当用来做咱灵修的时阵培养咱的灵命的一种方式。咱知影有这3种方式，怎样使用？保罗咱讲第1项爱彼此对说其实是彼此对唱咱了解这段了咱嘛爱了解彼此对唱的一个重要性。这其实是咧人讲敬拜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就是讲咱毋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尔，咱是一个
共同的信仰群体，所以咱爱做伙来敬拜。咱毋是单独咧敬拜上帝，是甲咱信仰的同伴做伙来敬拜。所以彼此对唱，会当互咱分享咱对上帝的喜乐，也会当体会到别人的喜乐。而且激励咱信仰的群体，伫信仰的路程顶面继续向前去行。咱伫教会咧吟唱圣诗的时阵吼，是咱共同做伙唱吼，所以你毋通喙吼拢无出声吼，咱爱甲别人做伙唱，唱出你心中对上帝的尊重。同时你嘛爱详细听别人咧唱，毋是咧欣赏诗歌哦，是咱甲别人做伙和谐唱歌敬拜上帝。咱知影咱有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咧敬拜，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吼，咱是一个群体。名哪对名唱出来，圣经难记就讲爱口唱心和，吼，就是咱内心爱诚实啊。你知影，你普通咧学了一个人吼，你若安尼清清彩彩，也是讲讲迄个虚假的话，别人敢会讲毋知，吼。所以你咧学了一个人，你爱对心底真诚实来讲出来。咱对上帝的学了嘛是安尼，因为上帝是一个监察咱内心的上帝，伊知影咱内心要想啥，所以咱就是爱口唱心和，吼，嘴讲的甲心想的是完全相共，毋是清清彩彩，毋是马马虎虎，是真心诚意咧学了上帝。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咱无论用什么款的形式，吼，你用诗篇、用圣诗、用灵歌，然后用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目的就是要学了上帝，吼。所以咱用真侪无共款的方式，目的就是要学了上帝，因为全世界只有上帝值得咱全人类来学了。圣经甲咱讲。你若知影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所创造的，也属于伊；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青纱入伊的门，就用鹅肉入伊的院，就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吼，拄则咱用一种较特别的形式，请诗班甲牧师对外面唱诗歌进入圣殿，用俄罗的诗歌，用清唱的诗歌进入伊的殿。咱每一遍礼拜到圣殿内底，嘛是爱安尼，毋是讲看到人拍一个招呼开始讲话，吼，咱是用欢喜的心、感谢的心、俄罗的心，欢喜进入上帝的圣殿，要敬拜上帝。然后，咱伫圣殿中间，咱会感受到讲，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伊迄种创造大能的作为，伊创造的奇妙，咱看到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命所行奇妙的作为的时阵，咱一定发出俄乐嘛。亲像诗篇48篇的第1节讲，耶和华本是大应受大俄乐。上帝是配得咱大声学乐的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日常生活中间，嘛爱将这段经文带到咱的生活中间，互咱会当用诗篇、用圣诗、用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来学乐主。咱爱用听做基础。将敬拜带入咱的日常生活，按咱的言行举止、咱的态度，拢会当学了上帝，咱的生命学了上帝。即款的敬拜，互咱会当彼此更较结连，更较亲近上帝，也当更较满足上帝的心意。伫牧师祈祷了后，咱等下看几个咱参与伫圣教的同工。因的见证，也请大家替这圣教的同工来祈祷，咱嘛当亲自来参与伫圣教的服侍中间，
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对你的话，阮知爱常常用诗篇、圣诗、甲连歌彼此对唱，靠求心和来学了你。求主帮助阮，予阮用上界合意的方式来敬拜学了你，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等一下先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简简老师。手中源自于早期教会的钟楼音乐，17世纪由英国的 Robert and William 兄弟所开发制作，慢慢配合编曲的需要而演进成今日的手钟。一套完整的手钟由多个音高不同的手钟组合而成，犹如放大的钢琴琴键。较小的一组使用25颗钟，2个8度，最多可达8个8度。双联教会目前有的是5个8度，共有61颗钟，购置于民国83年。另外还有棒钟，购置于民国86年，是手钟很好的乐器搭配。手钟音乐是一个高度重视团队默契的音乐呈现，美好的演奏是整个团队用眼、脑、手、耳一同配合的结果。目前双联有2团手钟团，立位 A 团以及立位 B 团，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教会洽询。双联10楼一台真水的钢琴，是教会伫1994年用180万买1台2的顶级手工钢琴，Fazioli。我会当用这台琴真水的琴声配合圣歌队来学习上帝，这拢是上帝的恩典。我伫圣歌队有43年，圣歌队内底有8部，我是唱观音的女高音。人讲圣歌队应该超40几年。伫双联教会弹管风琴，我伫遮侍奉一定差不多10档啊。伫圣歌队内底会显示会当甲快乐的人当快乐，甲悲伤的人当悲伤。因为圣歌队员要唱的歌是配合牧师的讲道的内容，所以对这个是阮会先练习。当伫练习的中间的时，阮会去体会到这个内容是啥物，也是根据阮歌的melody努力，阮唱出来是互阮家己个人感动。咱的这样乐器一定有38档，伊迄张是开了差不多490万。这就是爱感谢咱的陈茂生老师和迄阵小会所决议的。这台琴呢，伊总共有3张手键盘和一个脚键盘，由18个音栓加1438、1438支音管来组合的。这就是要造成足侪不同的音响效果，来伫咱礼拜中会使使用。我迄阵来到教会，才第一件接触到管风琴，这就是咱双联教会真正做幸福的代志。管风琴呢，互我足大的勇气和信心，所以我嘛希望会使透过管风琴这项乐器，互佮较侪人认捌上帝。因为像马丁路德讲的，音乐是上帝互咱上好的礼物，咱就爱用音乐来娱乐上帝。我较仰望的是较侪年纪较轻的会当入来圣歌队。长老教会真侪人讲，就是讲不长个老的人伫参加，其实无影。真侪少年即马来参加圣歌队，当对这个歌曲内底，咱比较感动。譬如阮今年圣歌队已经有差不多4、5个新的入来，年纪新的入来，而且非常认真，只有逐个礼拜教。
互阮感觉讲，生活有一个希望。甘诗班26年来，对我来讲是真大的鼓励，因为阮当初成立就是为着第一场会献诗，因为迄当阵增加第一场礼拜时也无学老这个天数，迄当阵才会来成立这个嘉南诗班。虽然我伫献歌队有43年，诗班内底嘛有26年，我希望这个传承会当搁较侪少年的人来参与，互这个献乐会当传承落来。真感谢主，虽然我毋是音乐系毕业的，总是主竞选我交做上联教会兼职的音乐干事。我嘛要感谢我的父母，从我细汉的时阵，就伫咧音乐方面真造就我，互我会当透过音乐来带互别人祝福，带互别人安慰。因常常咧提醒我，这个恩赐是上帝所赏赐，所以你爱摕来服侍主上帝，爱家己上好的献予主。我相信上联一定嘛有足侪这么好的父母，所以我要邀请恁将恁的囡仔带到上帝面前，斗阵来参与伫音乐的服侍，愿一切荣光和乐拢归予咱主上帝。咱有看到这个见证甲介绍吼，所以咱来珍惜咱这资源，也欢迎大家参与吼。特别咱来真宝贝咱这个过去所买佮保持了真好的这乐器啦吼。咱拄则迄个叶婷老师有讲，这只琴，迄阵1994年的时阵买180万对无？迄天我拄着卖咱这只琴的，讲这只即摆已经980万啊。好，这只490万买吼，可能即摆我毋知影偌济啊，吼。所以这拢是真宝贵的，所以这拢爱做保守的，吼。你毋通爱饮料杯放的，攞放伫这钢琴顶头，你毋知伊咧买1000万的钢琴呢，吼。上界重要是咱来使用这个真好的器具来荣光上帝。搁咱看到真侪这个圣歌队的队员，也是讲队长拢好有少年的爱礼拜参加圣歌队啦我前一站落去台南看菜街教会讲道，有一个90几岁的罗长老伊还阁伫圣歌队因咧圣歌队，伊讲伊70当前是咱咧少年圣歌队的，70当前所以圣歌队会当做一生的服侍，但是需要新的人出来接啦，所以新的人出来，咱爱有老声，有人爱有较新的声，咱做伙来参与，也替因祈祷，多谢。来，咱三甲来吟诗，心圣诗第563首，美妙音乐，互上帝得荣耀，请起立。我
时阵，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感谢，慈悲疼痛、恩典满满的上帝，求你感动阮的心，阮决定伫奉献的心志，互阮甘心乐意，向你来献上金钱、时间，甲阮的才能。愿阮每一人拢互你来使用，互你的教会被大大来建造。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我即马来报告，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圣乐主日，期盼兄姐时常伫信仰生活中，以吟诗生活中来唱歌、来敬拜、来学乐、来感谢伫主的
内底，互咱信用个别会当兄弟来继续来为教会献乐委员会来逐项的关心甲祈祷。感谢上帝保守迦南诗班，互咱经历26年的练唱甲服侍，稳定，事算不尽。感谢因对本主日的第3场的礼拜中，用歌声来学了上帝，带领上主一起来敬拜，愿上帝祝福。恭喜本会会友杨丽弟兄、杨志瑞、郑明珍、伉俪的囝，要甲博翠姐妹，定伫本主日下晡2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伫设教110周年历史文物的特展，伫8月6号伫109号玻璃屋实物展，咱要用礼拜堂器物的甲文物，欢迎参观、打卡、分享。伫咱自由的参观，周间以小组团契为单位，来向1楼的警卫借门卡来进入参观。那继续按有保证的委员会专题讲座，讲完是莫扎特的人生音乐与信仰。那魏连玉院长，伊要伫本周伫莫扎特的音乐生命的故事，甲伊的见证来分享，期待伫聆听本周特别的日工，互咱知影讲上帝派遣咱的音乐天使这种见解啊，伫日期伫8月20号下主日伫10楼礼拜堂流程伫第3场的礼拜结束12点半，来安尼来看三角来吟上营甲圣诗第401首，愿上帝主上帝。咱做伙起立，吟诗煞，咱请蔡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绿岛社温享受车欠。
未介绍新朋友咱新朋友几位哈，第一位是这个于俊生哈，于俊生弟兄哈。这是咱乐团的于安的爸爸哈，欢迎哈。第二位是黄新恩，好，黄新恩，台中中校罗教会哦，伫后壁遮，新闻哈。还有伊妈妈，还有伊妈妈张明秀，新闻哈。好，欢迎哈。其他个有无介绍到的？请贵宾哈，拢等下当去甲咱的贵宾先，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哈。牧师阁补充报告，咱后礼拜有迄个演讲吼，莫扎特的演讲吼。大家毋通想讲莫扎特离咱足远啦，咱逐礼拜拢迄个奉献的诗歌，就是唱莫扎特做的啦吼。所以咱会当来了解伊的信仰，了解伊的音乐，伊的才华吼。好。这个时阵咱互相请安问好，愿上帝亲自祝福。